大家知唔知新一年係邊一日呢？原來立春咧就係2月4號，代表咧新嘅一年開始。周而復始，萬物復甦，農耕準備開始。立春代表新嘅開始，馬年正式到啦。咁大家知唔知立春可以做啲乜嘢，同埋唔可以做啲乜嘢呢？第一就係整理環境，打掃屋企，特別係門口、窗邊、客廳，將啲唔用嘅嘢送走去舊迎新。有冇聽過你嘅屋企環境係點，就代表你嘅心係點樣？所以如果你個屋企環境好亂，亦都代表你嘅心情會好亂，咁就要整理一下屋企啦。第二，打開窗戶，迎接新嘅機會。可以打開窗戶啦，保持空氣流通，但係同時要注意就係唔好打開晒所有嘅窗戶，因為如果屋企太多窗戶打開晒，亦都代表唔聚財嘅。第三，可以擺放一啲植物。通常咧，植物可以擺放門口位，就算佢係吉位或者空位咧，都可以化解一啲唔好嘅氣場，同時增加啲好嘅運勢。至於係擺水種植物定係擺土種植物，就要睇翻實際嘅風水。第四，可以寫一下新嘅一年願望同埋方向，可以寫得越具體越細緻越好。立春之後就係開始計劃實踐你要做嘅嘢。第五，可以食得有營養啲，蔬果蔬菜，唔同顏色嘅蔬果蔬菜都可以食多啲。第六，記得感恩一下過去所發生嘅人事物，係感恩唔係抱怨啊！感謝過去嘅一年嘅經歷，遇到嘅所有人、所有事帶俾我哋嘅美好。同時咧，唔好嘅嘢咧都令我哋學習，同埋要懂得放低佢哋。記得換位思考，幫助我哋可以接納自己同埋接納他人。唔可以做嘅嘢咧，就係唔好做一啲令到我哋意志消沉或者懶散嘅活動。作息定時，保持心情開朗。希望大家馬年順順利利，身體健康。